高雄即马平均每天要到1万人确诊，这个确诊者所使用这粪扫量也是大大增加。委托的厂商是清袂了，即马各地头的清洁队也来到支援，处理确诊者的粪扫量，这个清洁队员的风险也变甲真悬。清洁队员规身躯的防护装备，因为因来处理确诊者的生活粪扫、灌粪扫、淡粪扫了，对粪扫地啊、车辆甚至全身拢爱一摆搁一摆消毒。最近高雄确诊者增加，因的工作量嘛增加。全身可能就会很热，大家会紧张，但是我们回去区队停车，我们都会消毒完，然后就是每天测量体温。清洁队员感受到压力，因为本地确诊者居家的粪扫是委托厂商处理，想袂到高雄即马平均每天有将近1万人确诊，居家照护有6万外人。5月高雄居家照护甲防疫旅馆废弃物超过10万1千公斤，平4月4万7千公斤，增倍较加。各地清洁队嘛爱斗3工，有专人清运确诊者的生活粪扫。因为迄个确诊数的增加，所以讲因嘛一定量人无够，所以讲拄仔环保局迄个决定讲为清洁队来作为进入帮忙协助清运。以即摆来讲，一工只平均清运拢差不多20户至30户。最近嘛有清洁队员确诊，虽无无法度确定感染甲工课有牵连，不过徛伫防疫第一线风险悬。市府表示，包括医护、民警、清洁队员会提供相关奖励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